要上了。我们是坐在这里。张雪峰的视频大家都看吧，我很喜欢他的，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大家在给自己的孩子学习专业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习有专业壁垒，就学出来啊，别人是无法代替你的，而不是学出来的专业可能我没学过都做得比你好。就像我们唱评弹的，乱世的时候是没办法生存，但是太平盛世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发展的非常好。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，就需要精神上、物质上的享受。这个船上热到你无法想象，空调是开了，这个汗出的我妆都要化了。镜子啊，热不热？还好，我还好，我穿的毕竟少。心静自然凉。回到刚才那个话题，有专业壁垒的固然好，但是你要能吃得了这个苦啊。学艺的时候苦，做这种工作也很苦。我今天上午加下午喝了4瓶水，但是我都没有上厕所，全部都出汗出掉了。太热了，先脱掉。哇，这个船开得蛮快的，很快，风又大，有点站不稳。朋友们看那边白色的水面，就是下大雨了，马上大雨要来了。将录了一半，突然湖中心大雨大风都来了，没办法录了。Later， 朋友们，船上的这个终于录掉了。下雨和不下雨的间隙，见缝插针，4个作品来来回回唱了5、6遍，因为要不同机位都要。今天这个酒店好像比昨天那个还要高级啊！哇，东太湖酒店，看看墙上这个画，在国内很少看到的，24小时无人超市，38.8块一盒，这个拿了怎么付钱啊？是不是自觉扫码出门？这个还是蛮考验素质的。不过开在这种高档的酒店里啊，被偷的几率肯定小很多。先在大堂休息一会儿，晚上随便吃一点盒饭，一会儿还要再去船上录。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被这么多摄影师围着，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。拍摄结束了，回到酒店要晚上12点了，朋友们晚安。